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洗神，台语安尼写洗神，发呆、走神、恍惚、心不在焉，台语讲洗神，也就是人伫遮，心无伫遮。我讲的话，你到底有听入耳啊无？哪会安尼洗神洗神是咧想啥？等一个开会要讲真重要的代志，大家较认真啊听咧，唔通洗神。讲就是大货车的司机疲劳洗神，才会出车祸，冲撞到路边的电火条啊。有一句俗语：一暗无眠，3日洗神。若是一暝失眠，困无好势，会连3天疲劳亚身，忝忝无精神，也就是一暗无眠，3暗补袂尽。洗神的洗用真快，像讲咱来去四界洗洗闹闹咧，来去洗街，来去洗夜市，来去洗百货公司，好啊冇？好是好啦，但是我真办大行，敢会使伊塞车洗街？恁兜到底住伫倒位？我洗来洗去，一直洗恁拢找无，就是找无。伊甲话讲甲真棒，完全无洗翻头的机会。感谢你甲钱借互我当洗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洗神实在真趣味。